我们上次吃完水果以后，我有一个大发现。哇，吃果子买到有新发现哦！对啊，我发现大部分的水果都是圆圆的，西瓜、龙眼、葡萄、橘子，就算不是圆形，也没有一个水果是方形的。哇，乐乐，你观察得真详细呢。我猜这个方方的食物一定不是水果，那会是豆干吗？有道理。其实还有真侪好食米的形是方方正正的。乐乐，继续对着阿浩姐姐最近来找阿嬷好料日子内底好食米。那个圆环上面的人是谁？是不是在投棒球？无唔对，这位野球选手嘛是嘉义人哦，伊号做吴明哲。哦，伫咧日本时代，伊代表嘉义去日本讲野球，嘛得到真好的成绩咯。这个圆环号做中央七彩喷水池，是嘉义市中心真重要的地标哦。一开始干那下开喷水池，所以大家拢惯习叫伊喷水，是日本时代就起好的哦。这附近嘛开真侪生活用品的店，算起来拢已经是老店家哦。哦，只是圆环是圆的，不是方的。不过我发现这附近有很多糕饼哎。哦，搁着糕仔饼，互我想到细汉的时阵，阮阿嬷嘛常常做糕仔饼互我食，而且遐个糕仔饼嘛拢是四角形的呢。哦，是什么？是什么？互我来讲互你听。阿好啊，上课要白付啊，你是还搁伫遮创啥？无啊，阿嬷，我想讲，咱家有遮尔济你做的糕仔饼，想要甲你载去学校，和同学做伙食。错，这便当起啊低甲也低，阿嬷看卖啊，你拢炸啥？哦，黄来酥、四角酥，这还有这绿豆糕甲咸麻糕哦。哦，炸甲遐济，是要去佚佗是？都拢足好食的啊！原来你真介意这糕仔饼哦！阿嬷甲你讲啦，这每一脆饼哦，拢代表一种文化。台湾的米啦、糖啦、果子吼，拢是好食又搁丰富，所以吼才有这一种无共款的糕仔饼。阿嬷，你讲了真有道理呢。若阵我甲这糕仔饼拢炸去互同学食，因一定会了解你的心意的啦。阿嬷，我上课要白付啊，我先来啊！哎呦，阿好啊，你这课本袂记的炸啦！今仔日咱要来食啥物？我想阿嬷话这细细角角的料理，应该就是咧讲咱台湾各种的糕仔饼。乐乐，你看，今仔日我嘛有带足济来哦，想要互你试看卖。而且这糕仔饼拢是阮阿嬷要做互我食的。哦，谢谢阿虎姐姐。你看，像这四角酥，其实是为烧饼改良的哦。听讲古早时代四角酥有8公分遐尼大，毋过即马咱食物件的习惯改变啦，一届食无遐济，所以就变做细细地，互咱一喙就当食落。原来是这样啊，那我可以一次吃很多个。莫着急，莫着急，还有这旺来酥。其实咱常常食到的旺来酥内底是包冬瓜啊，毋是干那旺来哦。因为较早旺来伤过酸啊，所以就包甜甜的冬瓜。不过即马嘛有真侪店家是用土旺来做的哦。我喜欢甜甜的冬瓜馅，我嘛真介意哦。咱台湾的糕仔饼文化，常常会掺在地特色甲做伙，就会变做咱出去佚佗的伴手，会当买回去送互朋友。我知道，太阳饼前面都会加一个台中，方块酥前面都会加一个嘉义。无唔对，乐乐，你嘛是使真侪伴手呢。食吧，真好食。说落来，我要教大家今仔日的台语词：糕饼、糕仔饼、
蛤饼、凤梨酥、旺来酥、旺来酥、方块酥、四角酥、四角酥、太阳饼、日头饼、日头饼、冬瓜、冬瓜、冬瓜、方形、四角形、四角形、棒球、野球、野球、圆环、圆环、圆环、喷水池、喷水池、喷水池、伴手礼、伴手，伴手。大家敢拢学会晓啊？阿虎姐姐，康康跟我说，还有蹦一旁跟沙琪玛也是方方正正的，好像积木哦。对啊，乐乐，安尼你敢知影台湾还有啥物糕仔饼是圆圆的形？我想想哦，奶油酥饼，还有蛋黄酥。哇，乐乐，你真厉害呢！嘿嘿，阮阿嬷讲啊，一嘴饼就是一嘴文化，咱拢要好好珍惜哦。乐乐，定抓搁谈阿虎姐姐，做阵来找阿嬷好聊日子内底好食物。好。